哋大象的告別式2.0第8場尾2場嘅演出，多謝大家。觀賞街景那動態誰在活路停步，是聽着每顆心跳和脈搏起伏，拼了命成就幸福，世界在平衡着多少心痛，開始跟結束。可呼吸多數萬次，難道這樣容易？你最後那一口喜歡了便化煙。原來明明在眼前，明明同行，但你臨時滅去，放下每天。許多人都相信離開的人生走到該走的那時，痛着來話變。可知留低的與重生的，卻在這邊怎撐過餘生的浩劫。人生走到該走的那時，痛着來話變。可知留低的與重生的，卻在這邊只可接受新生活的蛻變。祈求站在世界的終端，相擁吧，還能遇上，還能再對話。那天你卻話未答下，尚有期待留在永遠吧。幾多人不捨那離開的，誰都想說生死總有時，講淚是又如何避免？留低的與重生的，也在這邊，即使費事一點，即使快樂不輕易，最後仍可願意。還是這樣懷念，說過在那一邊見我，待我出現，你繼續沿途歷險，我繼續尋求幸福了那一天。